全校唯一一个主修水墨画的学生哦，对，然后所以就哇一大间教室自己用，然后4个先驱艺术家教我一个人。母胎单身嘞，我是大学可能我长得比较凶吧。因为你知道我国小就是什么风纪啊、副班长啊、班长，还好你现在有距离感，就没有距离感。来，丢闹热喽！三姑娘马冲啊，心路开哟，莫冲我的心酸，闹热大擂台，闹热中下来。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馮姑。來吉娜，大家好。係啊，今日係你講下那個鬧熱特別嘅吧？特別嘅吧，誒，好長年推。主題啦，哎，主題哦，還沒學生時代，學生時代啊，這個說到學生時代，其實也是這個聊負而啊，啊，聊勝於無啊，聊勝於無，沒什麼好聊的，哎呀，你應該就是本人媽係嘛，本性上媽，本性上大，係嘛啊，同好教，對，也條肥，從小被這個嘿。做修的編條這樣子，哎呀，教養長大的，真的哦，哦，那有還好有才能夠成長茁壯成像一條牛一樣，像牛阿斑皮哈。其實講真嘅，學教嘅事情咪動到好，動到好教嘅事情啊，學教嘅肥兒啊，因為同出沙飛以後冇共用嘛，係嘛？哎，你出沙飛以後，我們其實會有很多的利益之間的朋友關係也有，或上誒死推最沒有利益關係的那種很單純的朋友關係，哎，是，對，非常天真無邪啊。有嗎？你嗎？你以前有被就是有什麼天真無邪的一些記憶嗎？我一直到現在都天真無邪啊。是啦，是，對啊，酒吧都聊啊，有趣的事情哦。對啊，還蠻多的啊。蠻多的。對啊，你看現在。說錯話，什麼說錯話了？是不是？對。還有醒杯。醒杯啊！我們今天可以提早下班了，讚。懂得好高的事情啊！好高的事情，沒有，我們等下就是啊，我們今日啊就搶到7V，七 V 類評類分享嘅條，貼片類評。特殊嘅世界，神奇嘅事情還有匪夷。我們等下聽他的故事，我們搞好自己也可以分享一下。沒錯的啦。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讓他們亮相一下。先亮相一下。有一些感覺他們。那個可以分享的時代好像很久遠了。列出迄7V類列最重要的目的。對。是不是？就是各個私推某共用的這種特殊的非議啊。對不對？我現在又有點後悔呢。用吧。我剛本來想說，一個一個介紹一下，可能就是大家就比較不知道後面是誰。那這樣一次介紹，光有發年代勾一，就覺得參差不齊的感覺，好像會有不一樣的那種年代感出來。黑毛。我們是從那個，譬如說最近的，到這邊，就是有點像清朝時代，對，我們往回推，往回推，114年這種感覺。哇，那我是日本時代的哈，差不多日治時期的日治時期。好來，有請 TVB 啊 ，TVB 係起屁帶落後堂嘅歌曲。來唱歌啦！
对，也不唱国语。嘿啊，唱国语也都也不也好唱。妹都唱会唱歌。对，而且是相关科系毕业的。嘿啊嘿啊吼，专业的吼。高中就嘿。高中就嘿。高中从哪？华冈艺校。哦，华艺。华冈艺校出了很多名人呢哈。有谁？有谁？对。很多呢，大小 S 多黑啊。大小 S 啊。陀中康。陀中康是国光吧？林志颖也是，林志颖大饼啊，大饼没对，青斗啦，青斗很多，还有就是华艺跟国光很有名嘛。对对对，国光艺校跟华冈艺校是在阳明山，那很辛苦呢，懂辛苦呢。当时就迄个当时来亚达威比赛的，对对对，所以就是比赛完，爸爸载我们回阳明山啊，他再回苗栗安永。哦，所以你还的是住宿学校哦，哇，那边应该很多通勤啊。对啊，住校，对对对，那应该很多外国人哈住在那边。因为前面就会一个不是什么外国人，哦，那是天母才有。哇，好看为什么都外国人？不是，但是华冈校前面有一个欧洲小学，那个啊，有 ICRT 在那旁边啊。ICRT 里啊，在新庄哈。新庄那个时候在上面。跳摆在当中啊，嘿，跳摆嘿啦，给我跳摆是。This is ICRT。This is ICRT. I'm Daniel Low. 对，但是在考华冈艺校前，还没有去青年高中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呦，没有那个哦。哎呦，哦，误人子弟的学校，没有。哎，你还母校，学校，真的，你是杰出校友哎。对，也出了很多这个很杰出的校友啊，像庄永轩呐。庄永轩，对啊，哦，庄家父子档，是现在称霸台湾演艺圈的那个乐团翘楚，哎，那你为什么没去读？翘楚跟二楚是不是？那个台中嘞，对，在台中。对啊，后来在台北啦。对，他台北了。哎，别突复兴美工了呢。哦，复兴美工。不要看他长这样，他好会画画。哎，也有有名的学长学姐。对啊，曾国成。对，给他学长对吧？还有谁？陈为民。哦，陈为民也是。哦，还有嘞。哎，还有庄思源呢。还有庄思源。对啊，庄家父子档嘛。哦，莫讲安求演的事情的啦。哎，按太后图哪？戏曲学院，就会以前的国光艺校。哦，对吧？戏曲好演。哦，就在唱高中给咋好搞？戏曲学院也是音乐系吗？我们练客家戏，客家戏哦。按迄做给客家戏啊，有秀摊呐。哎呦，秀摊嘛。按现在还会吗？现在已经不会了。对啊，已经忘光光了。对啊，高总统太后都会偷表演呢。但应该科系不一样吧？华冈应该冇客家戏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冇。华冈艺校就会流行嘅，就是比较偏流行戏剧表演呢，冲狗呀。那戏曲学院真的全部都是传统，比较传统，东洋的嘞。那在学校有没有碰到什么好玩、好有趣的、难忘的事情？我当时读华冈艺校的时间，因为姐姐没读华冈艺校，啊差2年，差6年，还有学姐，这种时的个欣赏，其实都是教我们的老师也教过姐姐，欣赏用眼，他妹妹，不过永远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，真的啊。他都会叫你徐子淇的妹妹吗？你还没子淇妹啊，演就会唠叨俺是姐姐哦，真的哦。啊，你长得这么老成啊？懂胸啊，真的很像。有一次我们跟姐姐到友台去录影，秀清姐经过一直跟我打招呼，我跟姐姐她应该认错人，她以为我是你，她以为我是姐姐。哦，真的哦，有可能啊。他们是宽哥雅姐，她也是傻大姐一个。对啊，不是宽哥啊，不是宽哥，我没有看过她姐姐。哦，她姐姐也非常悠久，非常悠久。那个唱歌也是无人能及哦。那几个姐唱的真的很好。高中的皮其实华裔的都特别活泼。对啊，应该华冈艺校出来的感情好像都非常好，有那种华冈帮那种感觉。有吗？有，因为其实因为大家都记不得你是谁，没，条他吉娜姐有讲没？当学生的时候就是纯纯的友谊，没有什么利益。啊，不过因为我们是念表演，大家其实会有竞争心。
因为每个都想当主角，就是心生嫉妒这样子，不然呢？哦，然后心机很重这样。他讲像会表演呐，大家都想要站在 C 位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超。那头摆在补习的时间读到加上华冈艺校没黑暗用，很活泼，特别活泼，声音动态啊。给抽贡茶给亲。最吵的就是华冈艺校，哦，也应该的啦，做表演的嘛。但是因为我们是乡下，没有你送回台北读书，乡下啊，老师就会觉得啊，就乖乖，看起来就乖乖的，但是华冈艺校有一个就有一个传统，就是高中3年生。都没有迟到早退，也没有请假。哇，学校有颁全勤奖给你吗？还有1万元，1万块哦。学校还给你们？对，1万块。哎呦，那么好。3年呢？3年，1万块蛮少的吧？3年呢？学校经费比较拮据一点。1学期我觉得差不多吧。3年，真的3年。哦，那我直接放弃。3年，你有拿到？姐姐没有。姐姐有。不迟到不早退，然后都没有请假，也不能请假，生病也不能回家。你有蛮厉害，天哪！你就以学校为家就对了。那高中的时间，我1个礼拜只去上2天课，上到我们班长，你想到来上课。我高中3年级就没有进去学校了，你就红了啊！对啊，你就出头了啊！对，很难死啊！哎呦，那有拿到钱算不错了，很厉害，这太厉害了，优秀呢。有那个时候有几个同学是这样的，真的很少真的是个位数，每一年好像都是个位数。哇，你们算是苗栗之光啊！苗栗之光。卓兰之光，对啊，太后嘞，太后有嘛 TPA 哦，太后因为太后戏曲学院，它很特别，它一个班可能比如说30个，有1半的学生是科班生升上去的。哦，一般以后上就会高中就脱给别人，对，另外一半就会从你就会考进去，考一些还要考啊，要考哦，要考，爱考俩客家戏就从艺术客家歌的哦，还有，马该歌，流行歌的，哪一条？爱唱的从南沙梦中人，展毅老师的歌，就从一条歌因为里面有很多都不是客家人，好上没客家人，故说老师其实教的很辛苦，因为有的有科班生就已经都会了嘛，你就嘛该就唔会呀，故说先生很爱到去看戏，刚去都看不懂啊，你就会看到个一排嘛衰退嘞。所以走一排啊，看不出来哦，就睡叫你们做功课，然后大家就冷气吹就睡了，看不出来。医生还有了英国看得出来吧？有，每周得做展演。OK，哎呦，日积月累之后还是有功夫出来了，真紧哎，看到还会睡着哈，就睡退啊。对啊，这么难看的这个，某一天呢，我去百老汇看《狮子王》的时候，我也是第一关我就睡了。狮子王啊，百老汇你低吗？他那门票要3000多块台币我还坐最尾巴一排哦。你是干嘛？为什么？因为时差。因为亲民一排全部是观光客，你嘛。我后来张法烟斗，因为好他是个掌声嘛，然后我们就会。后来就是结束以后一偏瘦好，因为我坐最尾巴就最旁边一个，然后一个偏瘦就上完厕所，只有讲的时间，可能还调那么会按一下，抽到我就靠着墙睡，动掉正经的，时差的管嘞，对啊，是王演什么我都不知道。我是以前在秀场的时候，对啊，秀场我会照睡觉啊，而且表演的时间就喇叭前面这样，真的哦。你每天看同样的表演，每天听同样的讲话，对啊，然后我们年轻的时候又爱玩，有没有？不要水母对，然后就下午场表演以后，我们唱完我们就跑到前面。下午场比较没有人嘛，对啊，就跑到前面，那椅子上面就靠着就睡觉，然后喇叭就在你前面呢，还是睡着哎，真的啊？你会不会现在睡不着是因为没有喇叭？有可能，我曾经
想说放音乐这样睡觉，真的哦，还是睡不着。哦，真的哦，那个老了啦，真的。哦，没有重听，没有歌听秀给嗓音，所以。别姑娘爱歌听秀嘞，长对我俩可能就我已经我那天已经前天我在滑手机滑一滑，我看到他还要开节目哦，还要开节目。对对对，有，很棒，真的很有想法。算是大家可以回忆一下。什么安子不用，谢谢，学生也时期啊，对呀，好了，那沙哈来呢？沙来，嘿，movie 带来后堂的歌曲哦。哎呦，哦，马来西亚朋友啊，来。主修的是水墨画，我那一集我是全校唯一一个主修水墨画的学生哦，对，然后所以就哇一大间教室自己用，然后4个先驱艺术家教我一个人。真的，哎呀，这种旋律，让马来西亚的朋友应该就很适合哈。又蛮高，对啊，这他们就是很热天的那种感觉，哦，对嘛哈？应该是吧？马来西亚的朋友全部都会亲会冲国啊。你这个回答有点敷衍。应该是，不是？我已经离开家乡15年了，有时候我回去。
回去家乡的时候都有点生疏感。真的，真的，反而台湾你比较。我现在很台啊，真的，在台美。那所以现在再回想到以前你学生时期，读书还在马来西亚那边读吧？很深刻，还记得吗？还记得。其实马来西亚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其实会有分华校、马来校、印度校。那你是读马来校？我是读华校的。华校的，对。然后就是用那个母语去教学。但是其实有很多很有用马来语去教华语。就是华校生就是以华语在教学的。他们的共同语言应该是英文吧？英文是国际用语，是一定会上。那你们是学波还是那个罗马拼音？汉语拼音。汉语拼音，我们叫汉语拼音。就是罗马拼音。对，应该是。是。他们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学校。然后像很多那个马来族跟印度族如果他们父母有远见，其实会故意把小孩子送到华校，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学华语，马来语是国语一定要学，然后又在英语这样子，然后自己的母语家里又可以加强。有呢，很厉害。我上次去马来西亚玩的时候，也是遇到那个司机，他就是沿路跟我们介绍，就某 Q 用好高，这是中文学校。给马来人念的学校，印度人念的学校，真的有呢。他们真的是多元族群、多元种族融合的国家。现在听你的故事，对不起。我的故事讲到哪里了？马来西亚，但是你后来又我13岁开始知名的都会去马来中文学校、华校念书。但是我13岁呢，被安排到新加坡念书。新加坡为什么？我来自那个马来西亚最南部，过个桥就到新加坡的柔佛新山。九后巴路啊。对，新山。然后新山人呢，一般都会安排小朋友到新加坡念书，因为英文嘛。那里都是用英文教学。高级啊。真的。对啊。好像是这样，因为跟新加坡那边很多马来西亚人是，就那边走铁路，他们上班也是啊，就住在酒后，然后过个桥就到新加坡上班了，晚上又再回来。对，所以我中文的能力在马来西亚的华校奠定了基础之后，又到新加坡学英文，就是英文，然后所以我这2个虽然我的方言不太 OK， 我几乎不会方言，但是我的我的英文跟你们的方言是什么？马来语。方言的就看自己家里家乡对。那马来语你会吧？马来语会了，到6年级的程度了。那买东西讲话还可以。因为国中就差不多国中去新加坡那边读书。对，中学就开始。对，所以小学。所以现在其实英语跟华语的能力还蛮平均的，我觉得蛮不错。对。还有又来到台湾，读太好还有研究所冲嘛哈。对。那你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的时候，你会讲福建话吗？不会，因为我家里爸爸是福建人，妈妈是海南人，所以家里是讲华语的。所以我的母语是华语。对，因为他们不同籍贯呢。对，所以你跟着妈妈讲就对了。没有啊，我就是讲，就是家里全部的人都是讲华语。对。就像这样子的华语，对，就像这样子。所以你福建话、台语是来台湾才慢慢学。就是应该说我还不会讲，反正就是像河洛语跟那个客语，在这边像槟城那边好像就很多福建人。对，怡保那边很多广东人。对，不是怡保太平是很多客家人，吉隆坡广东人比较多。广东人对。你学校以前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？还有推班啊！对啊，我最记得的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在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我主修的是水墨画，然后其实这种华人传统的这种艺术的东西，在新加坡是很少人在做的，不流行。所以我在那个艺术大学，新加坡比较没有艺术学校那一类的有艺术学校很少人在做，然后再加上是华族传统的东西，更加很少。对，因为其实新加坡非常西方化，然后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，我那一级我是全校唯一一个主修水墨画的学生。对，然后所以就一大间教室自己用，然后4个先驱艺术家教我一个人，真的很爽。你是
隔天读后哎，对啊，为什么你是因为这样子才去学那个画的？也不是，你是本身喜欢水墨画，还是你刚好填到？我一开始过去新加坡念书的时候，我是理科班的学生，然后我高中是念那个写电脑软体的，对，我是理科班。然后后来开始唱歌表演，无心向学，然后就考试就毁掉了，然后后来就是好像朋友就说，哎，你好像从小很会画画，你要不要就是科技的跟画画结合，可能动画什么，你去艺术大学看一下。我本来是这个方向想，可是那时候交的一个男朋友，他是广告公司的经理，他就叫我去到艺术大学，最好是跟艺术家学习美学、沟通这些事情，他觉得是比较无价跟可贵，不要用资讯的方式。对，他说那个软体怎么用，在家里学就好了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就刚巧我又是全级水墨的那个分数第1名，然后学校就一直抓着我不放，因为他们每年至少要找到1个学生。第1名不就你一个人而已吗？哇，那很央哎。不是，我们在基础不是我们在基础班的时候都会上了你再选。是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是全级第1，然后学校就每天来找人来跟我聊。全级第1，全年级第1。对，优秀啊！就那时候是这样，然后其实很央哎。其实之前在新加坡的发展也蛮不错的，就除了自己私下平常有驻唱，婚宴那些。新加坡的时间你去冲狗嘞？你就我16岁我就开始驻唱。哦，那个什么7月歌台的时候，没有啊，你没这样那个？我不那时候在新加坡了。我们7月歌台在马来西亚很受欢迎啊，很多人新加坡也是有，1年赚1次7月歌台，赚完他就可以享受1年了。因为他们那边7月歌台就是要穿的比较暴露。对，你有啊？我在减肥成功之前，还是不要乱暴露比较好，会吓死人。歌台这个文化好有趣。对啊，但是他们都唱那个福建歌比较多。对。那时候我都不太懂，我都是走中文跟英文。哎呦，那你可惜了，没赚到。没有关系，他有另外一条出路啊。是，他很多技术在身。现在他在台湾就有办那些画展，什么都有啊。之前呢，其实，在台湾的日子，因为很多现实的因素，是很少画画了，很想念，还是要重回了。对，我觉得慢慢要整顿一下自己的生活，然后让自己更多沉淀下来艺术气息。希望木飞这个名字可以带动我多一点，会有带动你的艺术魂回来。对，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也很顺利。大家记得，他叫木飞啊，他现在已经改名了，不叫陈婷婷啊。把陈婷婷抛走，她是我姐，你姐姐啊，新的身份，新的生命，好不好？好，木飞，好，谢谢你，安子飞，谢谢，谢谢当场，好的，杀落去起司飞带来后堂的歌曲，来唱歌啦。给办的黑地个篮球场正前方的2楼，给上次我们很流行女生在篮球框上面爬上去玩抓人游戏，不然就来的班导师很大声，他叫很大声，慢点，学生会，你在干什么？做下无限凄惨，阿爸祝福计西米路，阿妹带电行计珍珠拍脸，问候个戏丝叠好嘞，金本日准疲劳，加莫耶，是程度，只怕为冰冰大道。满天飘，每年有的事，带点烟到个后上行路，来到信仰的屋卡，原本日准疲来破不了。信仰，张有
天晓，每年要的思带的沿道的后上行路，来到信仰的木卡，希望你准起来托姑娘。最美的少妇啊！最美的少妇，背影是少女，正面是少妇啊，真的吗？啊，我只有背影还可以。不会了，背面正面都很可以啦，还行啊，还行啊，还行啊，对啊，老师喜欢就好了，对啊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对啊，这个距离学生时期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。他一直都在学习的路上，对我一直都在学习的路上，每不一样的学生身份。你还记得你学生时期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吗？有没有事情？其实小时候调不调皮？我小时候蛮调皮，真的哦。从小都你是顽皮的小孩哦。我睇有啥物小的嘛，你用个来伊在摸呀，啊摸最爱去干嘛？啊不过青皮也很矮哦。最顽皮的是我，而且是最难搞的是我。就是一个女生这样。就一个女生啊，所以备受宠爱啊。对，可是不是就会有谁来勾心？对呀，就是你如果家里全部都女生的话，有没有？那你只有一个男生，那个男生一定就是很温文儒雅。对对对，很会照顾女生哎，因为只有顾谁摸会感染嘛。对对对对，啊不过因为阿哥他其实是蛮文静的，我哥哥啦，我哥哥其实蛮文静，反而是我比较活泼。啊不过给上次细细时间哎，就搞玩具啊。我一般来讲，细猫应该搞洋娃娃。可是很奇怪，我妈妈会买汽车给我哥买汽车给我哥玩的时候，汽车就是小玩具汽车啊，一定要买2台。其中唔得买一台翻啊，够就冇好搞诶。因为嗰台不你也要玩车，对，我要玩车，是我也要玩车。没有搞茶，我就会把娃娃丢在一边，我要玩他的车。都是男人玩的。后来哥哥玩娃娃，你玩车哦？没有，我他娃娃丢旁边，所以我哥哥就拿去玩了。超啊，所以我这些时间啊，有上时候呢，读书看无安好啊。妈妈会处罚，对，比较好搞嘛。处罚你哦？会啊。我曾经为了小学生，我很爱，我从来没有弹过钢琴呢件事情。喺學教嘅音樂學教音樂嘅先生講，你要在細我做的皮用比彈鋼琴。哎呦，為什麼他怎麼發覺的？因為我小學3年級就在學校，沒有這樣講，不是，因為小學3年級就參加合唱團，其實都要在細我應該做的皮用。所以就去到木卡講，那邊做本給練鋼琴嘛。結果練鋼琴，結果我成績不好，就被媽媽罰。媽媽讓我罰跪，我很聰明哦，我就罰跪，然後跪在鋼琴。沒有，因為我家沒有鋼琴，所以一定要到老師家。剛跟上時就很乖哦，我很乖。然後他不讓我吃中飯，我就乖乖的跪着。然後跪到晚上，他也不讓我吃飯哦，還是乖乖跪着，因為晚上有鋼琴課。你為了上鋼琴課乖乖跪着，然後乖乖，這時候不能忤逆媽媽。對，不能忤逆媽媽。就後來還是一樣啊。在門口，我想說，香港都在用最快的速度衝出去，然後就可以去上鋼琴課。就門口，對，然後就門口就被攔下來。真的哦，考個5升2分，考個5升2分哦，哇，冇簡單呢，考個5升2分，還買個鋼琴。後來就冇咧。後來就因為後來慢慢的可能係都成竹子，係都總落去讀5年生。
后来又转都没有你太傅来脱过手，迄个上司可能成绩就较好诶，都过重啊，妈妈就讲，啊无安尼，嘿，阿妈就讲，后来人家成绩较好诶，无就买天字琴本台。哎呦，佮上司讲天字琴，迄嘛个东西啊，我唔知啊，唔知，阿妈妈定，阿妈定，嘿，阿妈定啊唔知，啊结果就讲天字琴，因为钢琴要调音啊，又重，然后家里不是买的是租的，啊有上司可能一条街要塞 V 啊，什么人买啊买钢，真的，一条街我曾经就这样搬家10几次哎，对啊，就一个大湖街上。一个大湖街上曾经搬来搬去，对，就搬来搬去的，就是飘来飘去啊，就很辛苦啊。按爸爸妈妈赚钱很按辛苦要买，对他还愿意罚钱买，加钱买本，用是买3千的嘛，双层电子琴，然后我脚要弹贝斯，organ，人家都讲 organ，那很古早的，organ，很古早那个叫 organ， 那买了一台，那加钱加4万，非常10万。没有你买一件 Vogue 嘞吧？哎呀，佮上10万动态呢，叫做买讲好啦，人家要弹琴人家想要弹琴做带，因为人家成绩较好。妈妈真懂爱呢。懂事啊！哥哥有这么好吗？没有，他为了一个哥哥有平安长大吧？有，他为了一个600块显微镜，我妈不让他买。真的哦。然后他就记很久。哇哦！对啊。哎，娘爸爸妈妈懂相呢，真的哦。老大懂相呢，给勇士哎，10万元很法落去很恐怖哎。后来到国3，因为我是对的。对，后来我到国中的时候，国中那个时间，因为是有好做迄创团的嘛，国中的时间啦，就社会的先生会推荐哎呀，就入国中的合唱团，就直接进入这样啊，所以先生对俺们以后啦，有色彩。啊，不过到国中3年级的时间，可能俺妈妈们香港啊，看有机会帮俺去读音乐相关科系，可是那时候基础一定要弹钢琴，是 organ 不行哦，不行 organ， 只能钢琴。不一样吗？使用弹琴的技术不一样哦，还有音乐性也不一样，音乐要学习的方向也不一样。要学古典钢琴是不是？就一定要钢琴啊，所以又不会弹钢琴，然后妈妈就跟我们，这样好了，我们换一下。没有，就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就钢琴 organ 还是留在家里，那你再学一个钢琴，可是没有钱学 organ 了，organ 就放下，然后就拜托学校的先生教我弹钢琴，我们冇钢琴吗？学校怎有啊？讲安尼好，我们就去学教练，安尼，上课上山就去学教练。唔免讲买一台。冇买一台，冇法度啊，冇法度。哎呀，妈妈真的，你想真的懂想，对啊。新疆这时也懂满皮，都不敢懂支持。哎嘛，啊，都高中以后嘞，继续爱满皮。其实懂有想其实还好哎，因为应该讲高中，因为我是已经半工半读了。其实说实在，我的求学的经历并不顺遂哦。其实靠高中的时间，其实我成绩还可以啦。不过因为个上司阿妈期望我做在读师专，当老师。周先生一费事，喺读嘅学校唔是钱。师专不用钱啊。因为我哥哥读军校，他不用钱的。那我又是个女生，军校还这个家里的电费、米啊什么都半价。对，他希望我读师专啊，可是我考不上啊，我没办法。很实际的一面。对啊，虽然我国中的成绩以后啊，刚刚说太府国中的成绩算好哎，我算是6个班级里面都还算是名列前茅，都在前10名之内。哎呦，那算还领奖学金的呢。对啊，大湖国中。没有你来学校啊，所以差太多了。后我就半工半读啦，半工半，因为不可能让家里再负担我的学费了，所以我就只好半工半读。你妈妈搞不好那个10万块，她都快破产了，我的。那就很辛苦啊，就后来搬到后来就很辛苦啊，爸爸妈妈真的很辛苦。新上个年纪，我打电话回家，妈，我们现在人在哪？对，还不确定搬到哪里，因为刚好这条街又移到哪去？会塞，然后通过高中的时间转不卡嘛，度后会塞不？可是我刚好那段时间不知道某地方卡天数塞不？所以我就不知道搬到哪里去，就要打电话回家啊，妈妈现在。你那个年代应该有法禁的时候嘛？有。对，应该你们。我的因为我妈妈是美发师，所以俺个头那么一听俺妈妈剪。按过给上司就我没有印象哎。
干油油啊，对，就我们那剪那个西个时候就是瓜皮啊。我们男生就5分头啊。可我一直都长这样啊。没有吧？3分哎。 3分吗？3分啊，3分啊，就这样。谁来黑安尼啊？哦。谁来黑？可能我们年代有差吧。鸡条那么多卤啊，对啊，就是哦，你的卤啊，水虫虫啊，就会。女生的话，也讲台北市的某空用。对，我们可能解的比较早。我不知道你们台北市的。我本来没有让他投盐，你投盐啊？其实还散粉头，还有3指这边。对啊，一定要平的。哇！然后一天要3次。哇！女生的西瓜皮要耳下1公分，耳下1公分，2 V。我好像在听什么年代的故事啊！而且要露出耳垂，要露出耳垂吗？真的哎，耳下1公分呢？没有，就跟现在拍那个身份证件一定要哦，要露出。真的。嘿啊！你要台北摸啊？摸啊！哎，奇怪，台北比较开放吗？你们年纪比较大。所以现在看到那个哦，刚开始有发镜，有发镜，还有净说方言，黑吗？对，你说我被罚过，有你挂过狗牌，那我算就有福用钩，好像要挂牌子，是不是？那这样我算好学生，对啊，我被罚过这个。因为你熊哈一定讲客家多啊，屯话一定讲客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熊哈咩用？哇，讲方言啊，真的哦，方言5块钱，方言，给内方外圆，不过我觉得还好哎，你像。只是说你像个净说方言，普通人会冇被罚到啦。我是没有罚到，对，我还算蛮乖的，所以我没有被罚到啊。不过有赏识就会就是这样，因为应该讲，我很多回忆大部分都是在国中的时候，因为高中我其实蛮辛苦的，都要半工半读，对，然后走铁路。国中的时候是比较皮啦，就是你像玩篮球框啊这样子抓人游戏这种的。篮球框你们没有玩过对不对？我篮球框要怎么玩？我从来都不会打篮球，跳上去刷框吗？还是不会篮球。可是呢，女生很奇怪，我要的男女分班。我给办的黑地个篮球场正前方的2楼。给上次我们很流行女生在篮球框上面爬上去玩抓人游戏。就是爬上去 K 上去 ，K 上去啊！K 上去，篮球会不会有个嘎哎？嘎，K 上去啊！然后我们就开始玩抓人游戏，够无聊吧？好危险，很危险呢。可是我就这样玩，你们胆子很大呢。我那时候记得国中1年级，真的哦，就什么会记啥，就让你搞啊。哇，那下面有没有很多男生呢？没有，男生离得远远的，要男女分班啊。男女分班。对啊，而且跟上身来的虽然照可能，不过还是会穿一件短裤在短裤，你不会读。对，那个时候就有防备。对，我们就会玩啊，有不然就本来的班导师看到，很大声，他叫很大声，慢点。学生会，你在干什么？讲没有玩，怎么没有找老师一起？自己玩起来，你们在玩什么？然后就被后面叫着。我在下面可以保护你们啊。不过跳芭在欣赏正经懂案呢。以前老师在管教学生，蛮可怕。是哦，以前都比较严厉。来跳芭贵中的时间有那个家政老师，超啊，他那个对学生是直接丢一本像圣经一样厚、超厚的书往学生脸上丢，对啊。还有一个体育老师打学生是用踢的，是哪有可能？没有，现在打还得了？对啊，马上上新闻。真的死得很重要，死得很重要。高位同学没有重要，因上次因为又男女分班嘛，所以有以前的快乐好朴实无华哦，爬个篮球架就很开心的。你马该呀，马该树叶那有啊，我连篮球都不会打，可是我篮球框很会爬，真的哈。对，好了，谢谢你的分享了，谢谢。哎呀，真的哇，难想象4位老师爬篮球框哎。哎呀，对啊，女生这样子爬，对啊，很野呢，就是很矫健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就是很有体育细胞。是啊，是啊。对啊，我都只会找那个篮球，就是日正当中的时候，这边可以遮阴，那边坐着，会塞动一条。好，来杀下来，杀落来问就带落好糖嘅歌曲哦。糖啦。风沙。
看起来故事黑嘛？对啊，你神隐都用梦之前行哈。对，就是冲啊，无所畏惧，知道没？还有没？冲就对了。读书也那么有冲劲吗？读书的时间？读书吗？看到书就那跨还是下课的时候很有冲劲。对，你有阅读障碍了是吧？我真的是1个小时只有10分钟，很有冲劲。对，下课冲第一啦。那个求学时候应该有很多很好玩的。你的个性应该是吧？一听呢，黑毛偏油青头哈，就比较调皮一点。对，会有我们诗慧老师调皮吗？你也会去爬篮球架吗？我会打篮球，我不会爬篮球框。你打篮球？哎，很行啊，真的假？篮球队呢？哎，你干不够会出人哎。国中的时候，他感觉出来四肢发达。头脑简单。我没有说两公哎哦。四肢发达，感觉上他是很运动选手的那种感觉。那吃都黑啊，对啦，有就是身手很矫健，那种感觉。对啊，会打篮球啊。对，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啦，就是因为也有在打篮球。对，校队啊，不会吧？哎，国中校队没毛伤。毛伤了，苗伤。骨种嘞，骨种。就3個種啊。3個種。裘城。哦，裘城。你哪里？我3義啊。啊，你也裘城嗎？不是的。哦，沒有。哦。那你知道他是纯苗栗的。我是建中国小。哦，你建中国小。建中啊。就只有2間啊。人家說你哪裡畢業了？我建中啊。哎，以前建中跟裘城是死對頭呢。為什麼要死對頭？2所學校而已啊。對，然後如果有參加什麼校運，因為我有過跳高啊，然後就是你還跳高？對呀，哎，我還跳那個呢。哎，你是不是因為不讀書，學校派你去做運動方面的事情？對，然後都成績不錯。哦，真的呀？那有發覺你就是頭腦簡單，四肢發達。哦，至少有樣好，不錯。主要是高中啦，我要分享高中的時候，因為一開始也有打籃球，對，就會跟同學一起去追那個籃球聯賽。哦，對，因為高中的籃球聯賽蠻好看，又有帥哥，還有看誰來打籃球，看帥哥，對，然後高中聯賽當好看呢，真的好激烈哦，哎，就很好玩，比那種職業籃球都好看，很嗨，非常嗨，那個現場的氣氛我都不懂，可以玩一下啦，對，然後還有蠻調皮的是，一群人下課的時候，就是會去鬧人，就是在操場前面。然後就一群小孩這樣子嘛，然後教官就跑過來看是什麼東西，然後我們就解散，他就跑掉了，就獨留教官在那邊。高中的時候被教官罰。你說你們全部快閃，對啊，還是留下一個人在那邊？沒有，就留下教官，留下就來看什麼東西，然後我就跑掉了。哦，對，就蠻好玩的，調皮啦。啊，教官也拿我們沒轍。對，因為我們有時候會這邊，有時候會那邊，這樣子。哦，對對對。也蠻無聊的。我覺得沒啥教官就說沒啥欣賞，哎呀，啊也有去玩那個。你比如說走路走一走，看到對面走來的，你就故意講。哦，他一定會嚇到啊！對，看上面怎麼了？什麼事情？這樣子，就類似這樣的事情。對啊，然後也有真的很好玩。然後高中還有參加話劇社團。哦喲。對，然後就有去表演話劇。反正讀書的你都不想就對了啊，其他一些。其實我可以讀呢，我只是不想。可以哦，你選擇不讀，對呀，是不是這樣？對呀，我懂，是不是？曖昧黑，是不是？因為高中的時間讀商科，我也是。對啊，好累哦。你知道快統經都要念哎，對，超累的。他們都太好的時間，結果我還要學快統經，好可怕。然後我全部都當掉了。哦，我同學就講：你不是商科的嗎？我說。上課怎麼樣？我喜歡多念幾次，我喜歡念書啊。哎，我暑假也是哎，暑假就去念書啊。對，哎，你也好讀書，我們是學習心旺盛，愛校。對啊，對，家裡又有一點錢，這樣就是要付暑修費。對，就很好玩啦。高中大概就是時間同學高就超累，蠻有趣的。還有沒有什麼比較北藍？還有勇往直前走，你感情觀也很厲害。我的這個時候講到我國中很有印象。你高中就那個交男朋友了？我沒有啦，我到大學才交哎。大學，我那麼對，你有讀大學？與我。現在大學都很，你是體保生進去嗎？沒有，你是也沒有那麼厲害。體保生還是？我是愛玩啊，好動而已。有些也是。我是好動，沒有到那麼厲害。哦，對。然後還會主動出擊，勇往直前行。國中高中的時候還有一個比較印象深刻，就是那個時候有很欣賞一個學長，他是那個留級生。我就哇，很帥這樣子，就喜歡有點年長的。留級的，對，不知道留幾級啊，1級還是2級不知道，就正常他要畢業的。可以留那麼多級嗎？我應該也是不，你就剛好跟你一樣不喜歡讀書的。
妹唔迪就觉得他很帅，对，然后我就会当印哦，给董事当印哦，我就会写信，情书下笔，真的写那个我告诉他海是什么颜色吗？爱当印啊，拄到嘛个事情啊，看到佢同欢喜啊，个心情。哎呦，拿一本给我，拿本给啊，那拿一个，是讲拿本给哦。哎呀，很勇敢。学长有理你吗？我来讲。没有理我，因为来不及理我。为什么？你都丢给他就跑了。我们有把它揉成纸团。没有，有时候是交给同学，有时候直接给他就跑掉了。对我蛮胆小那个时候。但是我讲电话，我们有通电话哦，又有要到电话哦。对，然后就打电话啊，他就讲说，就讲，你为什么每次来的时候？把那个信啊，给我就匆匆跑掉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可以聊聊天呐。哎呀，然后多认识对你示好哎。对，多认识你一下也不错啊。然后我那时候真的不敢，对我就是可能太害羞。可是你居然敢写信，然后对，那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欣赏你。对，可能有点距离，蛮美的吧，或许。对，然后后来他就是跟我们班的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读苗商，商校好多美女哦，天哪，我每天都在养眼睛。哦，对。对，然后他就跟我们班一个美人在一起。哎呀，我一开始很难过。对，然后他就是常常会到我们走廊。可是你只是要写信给他而已啊，所以没差吧？对。不是啊，那个叫暗恋啊。对啊。对啊，暗恋对象被追。学长想要同佢打追叫我唔敢。我不敢，我真的不敢，就看到就会害羞，就跑掉了。对，有一个女生也是啊。就是哇，最后毕业的时候跟一个男生告白，哇，情书拿了去这样子。我喜欢男生。我也遇过这种事。对啊，只能祝福。我也遇过这种事。对啊，真的啊，就是这种状况。真的啊，真的啊。我就告白了，他说我是 gay。啊，对啊。哦，你有跟人家告白过？有啊。哦，他就直接这样回你。对啊。你搞不好他就是骗我而已，骗你借口，他是借口。他不是，他真的是 gay。哎呀，告诉我，告诉我，你重新有体验一下学生时期，你希望要回到小学还是国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时期？我觉得求学的阶段呢，还是想回到学长找你聊天那个时候。没有关系，那是过程。对，因为我喜欢那个，后来他们在一起，我很喜欢那个画面。每次来我们那个走廊那边跟那个女生聊天，其实我一开始很难过，因为喜欢她嘛。但他们在一起之后，我觉得其实蛮好，因为那个画面太美了，就是帅哥美女，对，你看了就觉得很祝福。哦，你变得是有什么？你这。由嗔转喜就是说，就是就之后也生气啊，变成不是生气是难过，难过。但是我蛮难过，我还知道但觉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。对，然后就从此之后，他有交女朋友，我就不写信给他。心地很善良啊，避嫌呢。对，什么嫌？避嫌。他说，说不定我跟他见面聊聊天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哦，很难讲啊，有可能啊。你就懂不到咧，他暗号的老公，黑啦，按你没走啦。对啊。好啦，你刚刚木马刚刚唔记得，冇嘛个呀，我们结束了。结束了。我们已经问了问题，但你鸡同鸭讲，所以没关系，也不是太重要。好了，谢谢了。哦，是蒙蒙猪，安吉这好可爱，哎妈。你不管马该死可以给转一都走对啦，他应该不会是那种后悔过去的人，对，他非常活在当下。我以前也是，我高中1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我们隔壁班就是商科的，然后我们在过去就是那个福利社，然后他们每天就会从那边经过，经过我们同学都因为两个学姐。然后都穿短裙，然后这都是他学长算学校的校花。那我又刚好就是坐在那个走廊边边就坐着，然后每一次看到他，同学就我也就还好这样子，就也没有啦，就是当然喜欢，就是欲擒故纵这样。他有一天他去福利社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买一个面包给我吃，就直接丢给我。是不是因为他都是？我不知道。他每次要去福利社的时候，你都看他，以为你饿。小孩看起来，我还流口水。对啊，买个面包给他吃吧。现在有吗？哇，那个时候同学真的羡慕的不得了。还有人用哎嘛？后来啊，吃完面包就没了。后来有稍微认识一下。真的呀？哦，对啊。温主讲跟以前同学会一起干蠢事，我们也会。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喜欢一个商设系，就是我们学校有设计系嘛，商设系的男生，然后应该全校都知道，因为我们每次经过他们宿舍门口，我们就会唱李玟的《暗示》，
哦，对，然后他就是那个男生宿舍在4楼吧，他的教室，他的房间好像在4楼，然后我们就在下面唱《全世界只有你不知道我爱你》。然后他同学就会搞把他推出来，观光系那个啦，因为我大学外就大妈嘛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唱这样。后来那男生看到我都来了，明明手后在时间你就6条风嘛，他远远的看到可能就会。然后结果你走进他们那个教室旁边，他们全部在唱《分手快乐》。冇啊，又冇腔哈，对啊。好啦，来，沙来，有时候期待了和堂歌曲。哎，堂哥啦。堂讲吐书吐唔好，连考试都不记得，青葱又会考试哦。哦，连考试都冇记得。我国中毕业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我在家里睡了2天。结果我们同学都抹了脸都癌。爸爸妈妈也没有怀疑哦。也没怀疑啊。不是假日啊。结果联考那2天是联考。结果我没有去考试，就又冒年轻癌。然后考完的时候，大家说，那个小胖你怎么没有找我？我们去考试啊。我也没去这样。我说考什么试？你几点过去？我跟我摩西啊。那我为什么要去呢？我问他我为什么要去呢？他说大家去，只有你没去啊。我说这样吗？没考。
泰罗哥还有吉大姐好，懂有感情的演出，还是原汁原味来的，真的哈，真的就是有味道。替拜冲，对啊，替拜冲。以前没有唱过这个作品，我都忘记这个作品是我写的。真的哦，你只有版税进来的时候才记得。对，就3大经典歌曲，对吧？哎呀，平行线，钟中英、吴彦发，这要3条街。还有那个。歌将谁妹，哈哈哈！这首还好啦，真的。那会3条沟进，你懂演冲啊？是哈，对，那个行了1年的哈，应该多写几首哈。真的可以。经典不容易。期待老师的创作出来。这种人这么会写歌，以前在学校应该这个国文应该很厉害，对不对？都会读书吧？应该黑吧？他们有才学的人。开玩笑，我在学校都有留下记录哈。真的这个龙岗国小，中立的龙岗国小，然后大概被什么打破100年来记录，嘿。3大保育类动物。不是我1年去，只有保育类，一年生都6年生，大概没有人破纪录，就是都维持在前3名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前3名？成绩前3名。成绩在我们全校真的呀，前3名，前面数还是后面数？这是一个重点吧？连续6年就从后面数来。老师你很认真哎，后面数还那么认真。我后面数来，然后那个学校有发奖状，这样还有发奖状？真的哦，开玩笑，我们那毕业的时间你知道吗？我们校长哈找到我们老师有请动啊，是。刘少奇哈，那个全班哈全校大概奖都发完了啦，就你还没发到奖哎，全部有奖哦，有奖。我说给老师刚用班都专业弄啊，爸爸妈妈搞带。他说你想不想要奖状？我说要啊。那我说按用以后嘛，你就厕所少1个礼拜。那叫热心公益。没有服务奖，那个叫卫生股长。卫生股长。对，我回家我拿个奖状给我妈妈看，我妈看到，哇，你第1次领奖哦，哇，这是市长奖还是校长奖还是什么？我说是卫生股长奖。卫生股长有表框吗？有，小学唯一1张哎。对，有表框。真的真给的。所以你这台北地方到全脱属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刚好你这人不能怪我。你有蛮讲。我一天一叠。一夜的话，我这就下狗嘞。没有，我一夜要读书读5、6点钟。真嘅咧，当眼睛读到安尼，我做乜放唔开啊？就这边读落去咧，根本就出来哈。哎呦，还懂奇怪咩？你是自己自发性的想去读书嘛？抽到这篇5点钟，有一种太硬笨，抽的读书。就是通常是这样才会读。通常是鼠标都可以放空。哎呀，就放空5点钟。没放空，收留眼神了哈，就不收留眼神。还有第2个就是哈，那个体育不及格哈，还有一个体育也不及格哦。哇，你不及格，然后你四肢不发达，头脑很简单哦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哈，没老师这个我这个隔了20年参加同学会时，你就懵矮。然后我国小1年级到6年级还有一科不及格，就是音乐不及格。音乐哦。那个才52分哦，52分算什么？你有没有看过43分的？音乐课有冇做嘛？73分啊！妹，音乐课没有干嘛？有教口琴，有教笛子啊，笛子就吹2个音就吹不下去啊。那你这样还会做音乐啊？还做了这么多经典的歌曲，所以他眼神都懂奇怪啊。对啊，奇怪呢，你这怎么达到的？你什么时候转化了？对啊，我转化成人。什么转化成？我记得哈，真的。国中毕业之后，有一次发高烧。真的发高烧。真的发高烧，然后我摔了，我跟我弟弟看他摔嘛，摔掉的时候，然后突然间我到凌晨2、3点的时间，爸爸妈妈就讲，奇怪呢，他怎么常都稀稀说有。车脸对吧？就有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我睡不着，我自己像梦游一样，就按个行来行去，个副卡就按行来行去行来，爸爸妈妈跟天空还没车嘞，会不会卡到音？对，他这样子，然后叫我，然后我吓一跳，他说你有没有第2片？我说啊，俺们第啊。然后后来我回去睡觉的时候，回去睡觉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发现，就是我人飞起来。哎呦，真给灵魂出窍，真给看到你人飞起来，我看到我人飞起来，我就这样看着我自己，然后我爸爸妈妈就在捧孙，哎呦，有没有按谁呢？有没有按谁？我就看着他，我就看他，我叫他们没反应，真给呢，
后来送灵魂出窍一样。后来我送急诊嘛，烧39度多嘛。那你送急诊的灵魂有没有跟着去？没有，我就已经回来了。你就转来了呀？送急诊你就有少奇，你就转来了。我就转了呀。对，从我印象很深刻，从时间我就突然脑筋顿开了，茅塞顿开，真给呢，开天眼了是吗？没开天眼，然后就开始就写歌了。从那时候开始写，从国中那时候开始下关于歌哎。哦，那写了那时候写好几百首，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脑袋中有很多记忆？没，那就是很奇怪，就一直多俩哈，一直因为哈，那个歌不是我写的。就是那种神来之笔。我跟你讲哈，那个掌中音又下的时间哈，那个写了3个月，就剩2句写不完。对。然后你又再飘，灵魂再飘一次，然后就行路行啊，啪跌倒了，嘿，就写完了，莫名其妙。那种经验啊，有时真给呢。然后那个我骑车经过一个窟窿，我想到一段副歌。真的。然后给无烟花没暗用你知道吗？下3、4张烟哈，给偏手没答啦。风间没打吧，那边就那歌词都贴在那边了哈。然后有一天就是，去市场餐，哎，就到我们家门口看到门黑的时间嘛，突然有一个人冲出来嘛，冲出来就是我就刹车不及，啪就滑倒，勒残，哎呀，一排吧。就我起来哈，没整理哦，我起来赶快把那个我们包包里面那个纸拿出来，赶快把它写，就无烟花写完了。你是例如说真给呢？你是例如说要受伤或者是遇到出事，你才会有灵感。没，就是他那个会有一些想法。就还一直因为就无烟花那个长出应该不是我写的。最近这些经典歌比较少了，你要不要想办法再跌倒一些什么？没，最近就是身体比较差一点，确诊了之后，你要他查他们，我可以用尝试别的方法。他以后要用纪念音乐会的形态发表吗？没有，后来我爸爸就一直反对我做客家的。他反对。没客家语呢？客家语，爸爸妈妈喜欢客家语。对啊，因为我反对。你不但下法语啊？以前我写国语的嘛，后来我写闽南语嘛。他说这个下客家歌我前后穿嘛，我也摇戏嘛，所以他一直反对。那直到我上热闹打擂台之后，那他们闹热打擂台以后，一个拱子，闹热打擂台以后，看到哎，那是你吗？我说是啊。哦，你有双天使哦，好，哎呀，唔会查哦，下客家歌走得咯，给罗斯峰网光配啊，同罗斯峰在一起走得咯，走得咯，所以哎呀，开始才慢慢接受，这样支持那样，对，下个反应歌冇好啦，好多歌冇好啦，冇接落车了，对，客家歌当有，欣赏动力会，给看到。唐讲读书读唔好，连考试都唔记得，青葱又会考试哦。连考试都唔记得了。你有唐过拒绝联考的小子吗？有啊。这个以前有演过这个电影，以前有演过嘛哈。那我就不晓得什么叫做拒绝联考的小子，那么低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但我身上发生2件事，懂奇怪。又奇怪，又2件，2件又2件。哎，你现在已经7、8件了。我国中毕业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我在家里睡了2天。结果我们同学都抹脸都矮。同学知道有你这个人吗？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你。那爸爸妈妈不矮讲，哎，你在家里干嘛？我说放假。对。爸爸妈妈也没有怀疑哦。也没怀疑啊。不是假日呀。结果联考那2天是联考。联考。结果我没有去考试，就又某年情爱。然后考完的时候打电话，哎，那个小胖你怎么没有找我？他说，哎，我们去考试啊。我也没去这样。我说考什么试？你几点过去？我跟我摸黑呀。那我为什么要去呢？我问他我为什么要去呢？大家去，只有你没去啊。我说这样吗？没考。你是联考没去？联考高中吗？国中考，高中没去啊。就给没考，就没考。你有报名吧？没有留级，就是他毕业了，他国中毕业要去考高中，考高中没有考，没有考，然后就我们被有老师搞到逻辑混乱了。然后那个我们那个桃园市哈，桃园县跟桃园市哈，好，桃园市只有2所学校这里报名，第一个叫新生医校，新生医校呢就做护士的，然后第2个叫六合高工，好。我去报名，那个新生医校看到他说：“哎，你确定要来报？”我说：“可以报吗？”他说：“可以啊，我们全校有1000多个女生，就你一个男生。”哇，那很棒啊！他说：“你可以考虑哦，因为我们正想考虑的话，也可以做男护士哦，男护士，很棒啊。”我跟那我试看看好了。
就去了啊？我去了没有考，因为我看那个女生我就脸红了，我就买考。给吓死人，给妹妹出。都在自家改啦。共真紧呢，我这样没有讲一个谎话的话，这个老天在这赞助我20万，这个啊共真紧呢，没有一个男生呢，真紧呢。然后他问我说，校长问我说，你要不要成为第一个男护士？哇，真紧呢，可能唔是靠啊，而咩係唔知直接落去嘅，唔敢去咩？嘿，安大爽，还有人念六合高工哦，六合高工就是。眼睛眯眯，随便考个250分过，哎，你入围了，你当选了，嘿，就去念书了。你写太多了啦，你可能名字写了你就过了。懂我是有很多以前的事情，然后对，哇，对，太多了。其实要聊学生生活聊不完，真的聊不完，是。老师也蛮，以后你要开一集灵异节目，是拿这来。哦，灵异节目，对，好啊。哇，遇到好几个灵异节目。因为金钱不用多啊，你还靠马车嘛。好了，谢谢。对了，怎么来感受？跟业招的快还有那7月纳凉计划，再让你当特奖。谢谢罗哥，谢谢了，谢非常吵哈。好了，考多好乱哦。对，也蛮奇特的人哈。对啊，这个然后而且某一考试，给爸爸妈妈有没有吃到东西乖？好像也没有在关心。对啊，考试不都是固定7月1号、2号吗？对，这个家好像休假哦。爸爸说：“哎，莫看，哎呦，天知道，哎呦，我给你冲下过来哈。”做的，给螺蛳粉哦，哎呦，做的。好奇，爸爸妈妈也蛮帅型的。感觉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他没有。好了，杀了。杀了冯心意带了后头的歌曲。好嘞，唱歌啦。到大学，母胎单身哎，真的。那假的？你脸上有动过什么吗？没有吧？可能我长得比较凶吧。因为你知道我国小就是什么风纪啊、副班长啊、班长，要管秩序那种女生最讨人厌的，对啊，对啊，要管秩序啊。还好你现在有距离感，就没有距离感了。曾
天天的做哈，天天的做马该，好做马该，哈，天天的爱，天天的做，天天的爱，后堂要搞呀，没天天的做，做天天的做马该。听说泽威欣赏本来也想要唱天天的爱，然后被我抢走。但是就讲，你真的用本王心怡唱不给我给当爱的苏歌曲，大家糖吃到给真给当爱的苏歌曲，真的唱得很好，很有味道。还是这首歌歌词有简单点。我是突破盲肠了吗？心意感有嘛？该好上恩时期，我分享给上都爱用，他选时就谈恋爱，还要做什么？以前一定是风云人物，应该情书校花之之类的吧？啊，这首歌就是我心中的遗憾呐。你怎么办？就是我以前学生时期就很想要谈恋爱，然后呢，就是多小的时候？从国小开始。国小我们就会暗恋学长啊，我就会看国小有什么学长？哎呦，真的，我国小2年级就会观察帅学长了。哇，好早熟，而且6年级的很帅，真的哦，哇，那也是随性杨花的女人。没有，他很早熟了，懂得欣赏美丽的事物。对，然后呢，到了国中，到了高中，到大学，母胎单身哎，真的，真的假的？你脸上有动过什么吗？没有吧？就以前比较肉。还是你都素颜，然后都没有眉毛？以前都是素颜，对，那时候我还不素颜啊。高中的时候会上一点底妆，高中的时候。现在有高中生基本上有啦，以前不行，以前不行，不太行吧？他大学还是母胎单身？对啊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是以前，可能我长得比较凶吧。因为你知道我国小就是什么风纪啊、副班长啊、班长，要管秩序那种女生最讨人厌的，对啊，风纪股长，对啊，要管秩序啊，对啊，然后就很凶，然后你居然异性缘不好啊，很差。然后我国中的时候，对你其实不笑的时候脸蛮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很是不至于啦，还好你现在有距离感，就没有距离感了，对啊，很亲切。因为漂亮女生这样感觉起来就是福气，对啊，人家挑媳妇就会喜欢这一种，对啊，反正就某穷庸嘞，对啊，想说国中好了，算了，没有就算了。你母胎单身都太后哦，对，到毕业都没有，因为我高中是男女分班，根本就不会遇到男生啊，很少有机会。对，会有别班的男生啊。讲生会行内路轰就会有一群男生群聚，因为可能以前比较肉，也不会比较肉，有多肉？就是现在大概在双下巴还是在，然后脸就变国字脸这样。有那么惨啊？有啊！但我那时候还是没有啊，有一些那种瘦瘦的男生，他也很喜欢肉肉的男生。总之我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啊，我就觉得很纳闷啊，没给人家机会吧？没有人要来认识我，还是你的好朋友是真正的校花？我的好朋友都跟我一样，母胎单身到大学，对，都是国字脸吗？对，都是国字。什么？物以类聚啊！对，物以类聚啊！就不知道是谁带赛，你知道吗？相遇太晚，真的，不然我们也是朋友了。我们起母胎单身所以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啊，那好像学校母胎后大学必修的学分就恋爱学分。对，然后我们国中的时候，老师就会安慰我们我们全班都女生嘛，然后就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你们现在不要担心，你们就认真读书，上大学你们。”想教多少就教多少，就这样被骗进大学，对，进去对不对？然后满怀希望，对，奇怪，对，然后因为我的科系女生大概占2/3，然后男生比较像姐妹，所以到哪就没有机会啊，你懂吗？读中文系，还是你读中文系啊？对啊，然后中文系还应该很多男生喜欢啊，不是我们男生就少啊，然后男生又那。别系的有气质，你们是独立在山上吗？我们是山上的，没有错。真的，我们外双系。我是说你们那个中文系独立在山上吗？没有，自己的系关在一圈这样子。没有，然后因为遇到其他奶奶啊。可是你大学就是你上课，然后因为就是必修跟选修嘛，然后选修课你也都不太认识，然后有时候下雨天你就不会想上课，因为太远了，在外双系就翘课。那是什么学校？东吴啊，东吴大学啊。对啊，然后呢，反正还好吧，那里有没有山？就好山好水好无聊啊。
会吗？真的，我们学校真的是好山好水。真的哦。你如果念个淡大跟辅大就可能不一样。对，然后我们学校很质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每天就是中午就在看着山，然后吃着午餐。而且你又念中文系，是不是还要抄经？不用抄经，但是你要背一些什么说文解字，什么有的没的。对，然后咸鱼就刺绣。那所以你在学生时期一点乐趣都没有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乐趣可以分享吗？就是你是说除了恋爱之外的事情？对啊。就是有啊，其实还蛮有趣的是，社团。你有加入什么社团？交男友社团。以前国小以前婚友社，国中的时候是朗读社。朗读。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这种很适合哎。今天我要朗读的作品是李白《静夜诗》。静夜诗很适合，难怪你会去当 DJ。对，我觉得也有关联。还嗓音没懂后台。然后，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想去，比如说当新闻主播之类的？哎，你这个型也可以啊。对啊，没有想到。你应该是主播台的一姐。是吗？对啊。现在就嫁入豪门了，搞不好。可惜了。对啊。主播都嫁豪门呢。也有可能。那我可能就不会来这里，也就不会见到你们了。那没关系，很好吗？自己过得快乐就好了，对啊。我现在很快乐啊。防疫就好了。还有高中的时候，我高中的时候，没有什么社团活动，因为我是班上的学代，所以就是你是班长。学贷，就是人家在玩社团，要借钱的跟你借，不是，那是对，然后反正就是没有什么社团活动啊，然后我就很羡慕我的好朋友，他们都热音社，你知道吗？热音社就玩 band， 然后唱歌，我就觉得天哪，好好哦，然后我都会跑跟着他们一起去练团，然后呢，我就觉得好羡慕。如果我重新可以再选一次，我高中的时候绝对不要当学贷，我就是一定要去，就是跟他们一样加入热音社。那你可以就是赶快跟他们就一起啊。就是这个职务好像就是不能够加其他社团这样子，就是你就是有一个自己的社团，然后我也忘记我在干嘛了。对。然后但是呢，我在高二不是要成果发表吗？成发我们成发都是在高二的时候。真的以为我是同学吗？大家不是都这样吗？高中的时候玩团都这样吗？反正呢，高二下学期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成发，然后大家就会上去，就像成果发表会，那时候很嗨，那就像是一个高中的热音社上去成发演唱会。没有，我就是很羡慕他们嘛。然后呢，那段时间就密集的他们就练团，然后呢，有一天我的朋友那一团他就跟我说，我们主唱他不唱了。然后就在成发前大概1-2个月，他说他不唱了。我说那你要不要来当主唱？这么突然？对，就这么突然。听过你唱歌吗？知道啊，我知道很喜欢唱这样。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变成了乐团的主唱，然后就唱了成发。真的？对。然后就被学校看到，就有稍微受到一些瞩目这样子。但还是没有男朋友。对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就你突破。对啊，大家稍微知道，但还是没有男朋友。对啊，所以你就知道，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很差？对啊，蛮奇妙的。对，但是至少在我的学生时代，它是一个很开心的、很有趣的经验，对吧？所以让我喜欢站在舞台上唱歌，第一次感受到那个 spotlight 照下来，然后大家在台下看你，助攻给感觉，做助攻给感觉，对啊，还没差不多会高中的时间。我的第一次，你知道我就是哲威老师吗？你的第一次是哲威老师？这两周的讲，两周的讲是哲威老师。两周的讲一声。我第一次站上舞台就是哲威老师。怎么这样？我讲了很多次哦。他是我的。因为一开始认识自己，那时候北市商嘛比赛，给他同号潘亚的发通，他的朋友是我的粉丝。我那时候唱民歌，我就去当评审。那时候吉娜。他唱歌才不是这样，他唱那种小调，蔡幸娟。哪是？蔡幸娟。我唱梦不到你，梦不到你，但是他声音，但是他的声线就是比较柔，就是梦不到你，是梦不到你，但是他没有某兄弟，他本人英雄董成。董建中啊。董建中。现在气势磅礴。某兄没他唱过董有几个 tips 所以这是我贵人啊。这样是淘汰他。你淘汰他。南龙总，跟着他们学校女生都很厉害，有一个长头发，我们讲过，她这样她自弹自唱哦，那个年代站上董厉害哦，她就这样弹，仿佛如同一场梦，好不好听？
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。你是问谁好不好？接下来是什么？那个人是没，我不认识。潘越云吗？春风轻轻柔柔，他唱柔柔。然后我们评审这样，他就谈国语啊。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，吹入我心。你有给他过关吗？没有。是吗？不会是潘姐吧？没有，他到后台来还问我说：“老苏。”我唱得很好，为什么没有过关？过光，他的过光。那你怎么跟他说？没有，我是说哦，我觉得自弹自唱可能影响到你唱歌的部分，我觉得你下次可以自己唱就好了，不要伤害到别人。他没有来找我，他那时候来找我。那你那时候为什么淘汰掉他？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好啊。对，哪里不好？你是认为他外形还是他唱的不好？没有，外形就跟现在一模一样。对。就像现在这么漂亮。应该这样讲，必须一定会有人低头前嘛。他就是差一点点那种，哎，不只是我，还有别人哦，不只是我当评审，好几个我有给你过，因为我是你粉丝啊。好，我对不起。坐下。哇，这个他一辈子都记得，我跟你讲。我让他一辈子，因为你的那个站在舞台上的经验，会让我回想起这一段。好了，不要那么爱记仇了，好不好？对呀。我哪有爱记仇？对，我只在说一个成功的故事，人很激励人心的故事。这个大学时期一直都没有交男朋友，现在应该交很多个了吧？啊，哎呀，现在幸福就 happy 就好了，我听得懂多对啊，哎，好啦，谢谢你的分享啦，谢谢。大家可以做休息。好了，下一个啦。哦，差了70位，带来后堂的歌曲。好嘞，头个啦。这条熟悉的路，一年行过早晨暗晡，无人天来来去去的你，爱去哪位？空空的茶香。种种的一切，绝望的给回忆，等行过太阳的歌唱无停，星光终有着空，时间。终有一條碰，頭起尾有一絲絲的痛，講唔出嘅痛，迄唔係叫出來怎樣用？也許司機的你就係你，滴來滴去唔是衝就唔是，咋個叫暗夜嘅你？無強勇嘅你，也許是你的遺憾係你，一擺一擺用情用心，不是咋個講故事嘅你，嘅就係你，係你。空空的茶香，种种的一切，皆往唔提嘅回忆，等行過白蘭地，歌唱無停，心肝終有隻空。
出嘅痛，嘿唔嘿叫出來真有用。也許司機的你就係你，跌來跌去唔是衝就唔是，這個讓暗夜嘅你，無窮勇嘅你。也許司機的你還係你，一擺一擺用情用心唔是，這個讓故事嘅你，嘅就係你。也許司機的你就係你，跌來跌去唔是衝就唔是，這個讓暗夜嘅你，無窮勇嘅你。也許司機的你還係你，一擺一擺用情用心唔是，這個讓故事嘅你，嘅就係你。烟风60对，系啊，系嘛？哇，对啊，最近都没睡好啊。对啊，还有做舞台剧，哎呦，你最近有一张舞台剧，即兴舞台，没有脚本，没脚本，对，剧本全部来自观众朋友，嘿，看他自己在推当中嘅现场反应要很厉害，没有写好，譬如讲，你做一出，像观众朋友凊彩一位拿书给打开来，你有那个 Netflix， 随便点一部电影，念出来，演有一个是导演，他就马上记录。譬如说，我给你演的嘿，给仙都嘿《苍鹭与少年》，哦，好，导演就要安排，你是苍鹭，你是少年啊，你要干嘛？就要马上演。哦，立马演，是那样，等我搞哎，正演还譬如讲，这蛮刺激的，一只头加3只头，所以你们完全没有谁过，哎，新友来看那你如果没有看过那一部电影的话，没有，基本即兴演出，他会念那个剧本，然后你要自己发展剧情，就完全已经颠覆这种传统的这种舞台剧了。底部有汉语，没有法语，他也有像。单口相声也有相声 talk show 这种，给他中台。我们今天是要讲舞台剧还是讲追圈的审判啦？还有以后赏个时间，让他暖机一下嘛哈。他学生时代可能有点久了。OK 哦，不过有点久对我来讲，记忆深刻。对，因为吃到。上面欣赏高中通来啊？中啦高中。中啦高中哦，哎呦，地中哦。因为小学时节出合唱团嘛，我们龙潭国小嘛。龙潭国小4年。后就合唱团了哦。4年前就开始，3年的时间就一直出去比赛。龙潭国小的合唱团很有名嘛，很有名，60个那时候啦，有60个人，男生只有13个。哇！然后我们连2年得到全台湾的优等，就是优等就冠军。哦哟！不过最烦嘅唔係得咗細時間，做的唔是上課吹搞，吹搞。校長我突然去遊樂園去玩，然後那個是覺得說，哎得獎可以去遊樂園，好光榮這樣子。喺4號時間有天是英雄董神，所以我人生第一個比賽就出去獨唱哦。哦喲！我還記得那個歌就合唱團對，然後你自己獨秀？沒，對我獨秀，哇！然後就得了冠軍。真的哦。給狗 Q 很多，那時候不是要叫我們儲蓄嘛，然後就有儲蓄歌。什麼歌啊？儲蓄歌。鋪滿理想，叮當叮當叮當響。我不買玩具，我也不吃糖。玩具荒廢我功課，常吃零食不健康。叮當叮當響，鋪滿理叮當叮當響。對，羅哥也會。他剛哼了前2句，但因為他不儲蓄，他不知道。我還變小學就變儲蓄大使哎！我好害怕那時候賺郵局，我都要唱這個歌。不敢聽。你會唱哎？就是你們兩個同年紀，對啊，真的。所以國小我就印象非常深刻。可因為非常遙遠啦，知道基隆市合唱比賽對我唱歌沒有一樣都影響你很深刻。一直到去年哦，還記得那欣賞，他們是一對夫妻，林寶培跟周美珍老師，他們已經60、70歲了。他們去年在那個桃園的
合唱比赛，一个指挥，一个弹钢琴，他们还得了常青组的冠军。哇，俩喊爹比哦，嘿，你雄鹰。然后他也有一团的这个合唱团，对，都是退休的校长跟老师。哇，好棒哦！哎，老师有的看你节目嘞。哦，真的啊！李宝奎老师、周美珍老师，谢谢。也客家人，客家人，哎，欣赏后，欣赏后。接 NVIDIA 节目我看懂哎。对，等我退休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加入你的合唱团。报名爱出国中的嘛，哎，国中一样嘛，刚刚有讲。国中是立中嘛？对，我们国中有很厉害，现在闹热的学姐。哎呦，修风欣赏。邓秀凤老师，邓秀凤欣赏，她是我大学姐，国中她就认识我了。国中就认识了。对啊，那各种时一定都是什么，就是制服啊，然后三分头，不是对，就是有福晋，发髻。乡下的学校就是这样，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娱乐。我那时候还有2个身份呢。哪个身份？就会讲，那时有那个督学会抓，有升学班有没有？跟一般班，督学一来，你就要赶快混班。所以那时候忠孝仁爱我有中班，中班是第1班升学班嘛。然后只要督学一来，我就变爱班，就要跟别人混。你有印象对不对？他就查不到呀，查不到你是升学班，因为升学班我没有上任何的体育课，什么课都没有上，就一天到晚读书。那个时候以前是有照个成绩分班呢，俩还常态分班，超，因为我爱用哦，嘿啊，也用报名来出考到各种省都省中，就国立的就比较省钱嘛，也很教，就中立高中。我还有一个学妹，国中学妹叫黄雨涵。一环，给他贵高的导师是我的国中同学。哇，很妙吧？真的哦，好，亲有眼。你说按公说了哈，报名出高中哎，每次都中立高中是一个校风懂开封哎，好搞，我们有国剧社。立中俩好搞算不差。对呀，高中的时候有国剧社，然后我有参加你参加国剧社？没有，我参加的是广播研究，我创的社叫广播社。哎呦，你创的？创社长啊？对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在学生时期就创了一个社，那学校也认同？有人认同啊，就做广播嘞。就譬如说，等于说每次中午吃饭时间，我就会去那个放音乐，就那时候很困难啊，然后对着麦克风放音乐。然后就在拿那个 Walkman 这样放音乐，所以你看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奠定。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，就轻易放音乐了。然后我还参加了立青社、立中青年社，那个时候很厉害的人叫做何厚华老师。下次欣赏就变很好朋友。我就一直在想说，这一次啊，借这个机会啊，就吃到讲，这种事好像就埋下了一些种子。从走也好，一起来都行了条路啊。太后没黑吗？太后冇，冇想到太后，我念的是实践家政系。家政这么主吹，人生是不是很特别？是新阳学校吗？对，我们是第3届有男生，所以我们全班就是男女比例大概一半一半。所以你的厨艺应该很厉害。对，在那边我有厨师执照啊。你有厨师执照？对啊，丙级啊，一定要毕业，一定要。他们要考营养学之类的吧？丙级好像比较好考。有现在那个时候比较不好考，我们那个年代，现在比较好考。现在很好。NVIDIA 它要开纯堂嘛，一定要有执照，会比较放松一点。乙级就不好考。更不好考。乙级听说很多的那个餐厅的行政总厨啊，要去考乙级都不一定过。规矩懂懂。哎呀，规矩懂懂。个各种是爱太好，爱没懂干车，因为我就学会煮菜。我那时候每个礼拜1、礼拜2都在做中餐西餐、中点西点了。哎呦，厉害啊！但是我跟你说，那花很多钱之外，因为一年前一毕业时间，学长学姐都会给你吃嘛，觉得好开心哦，一直吃一直吃。可是学姐都会说等你啥眼神，新眼神你就抵耶，那很恶心，因为都要一直煮，然后都油烟会吃不下。果然，我4年都在做中餐、西餐、中点西点。真的哦。然后大3、好棒哦！我都不知道有那么棒的戏。那东西食材你自己准备吗？没有，就是我们每个学期要交很多食材费。搞钱然后搞钱然后譬如讲你同学轮流。我去买东西赚，你后悔了对不对？你没有去读那个戏，对呀，可惜了。懂盐呢，因为实验出来都很严，我们放什么盐啊、标麻味就填后，不能放错，那时候还会被打打对，太好哎，助教都会打，你不要乱放这样子。就是那个 SOP 都配好好的，就对感觉蛮斯巴达的。真嘅啊，然後冒昧出天天的有學動到，譬如說團扇啊，我們4年級就是你要做那種
200个便当，要卖出去。好卖出去。对啊，因为那是学校的考试吗？给好搞的钱，算考试。哇！好，新年神是要并押嘛，时间就会有中式家庭跟西式家庭，我们有2个礼拜要住进去。你要当爸爸妈妈，你要当。还要组成家庭哦。对啊。然后如果今天有机会的话，我去你家蹭饭，然后买一个菜去。周的。你有办法这样？哦，可以啊，有没有煮菜啊？其实我当上来有那个师娘，譬如说我想要当，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叫我当私厨。私厨就是我到你家去啊，我就私厨哦，请厨师来可以耶，私厨也蛮好吃。可以啊，我找天去你们那私厨来我家私厨吗？现在私厨一个人至少都是要对啊，有一朋友给接设动来做的东西，心意哦。对，那你我很有口福哎，改天来我家不是你朋友，我没吃过，来我家当没吃过，没问题，没吃过，没问题。好了，但你有吃过我煮的？有，改天约一下。好了，什么那个？好，谢谢啦，谢谢。什么大卫先生，跟朋友，我这个家政系，抹糖鱼，我真的读错学校了。是啊，黑某，要不然哇，不然以我的天分，我现在是国家级的主厨了吧？应该是，应该，懂会煮出来。你可能会在那种各大5星级饭店，我可能会就是为国家拿下黑白主厨的冠军。哎呦，是白，所以你叫什么？几种员。不是白种人，几种人好像也可以，没错的。哎，好了，什么在这个不用案的神奇的事情哦，也带大家回忆了一下学生时代，莫敌啊，青春记忆。我相信懂台的观众朋友，好长的时间要懂到，都青头后搞的事情，真的哈，哦，我可能他少一点，还没懂到啦，没懂到哈。时间上的关系，今日分家就大家分享嘛，哎呀哈。按节目已经结束了。好，好唱歌的朋友加个来报名。给他打电话来，096667人等待这个打电话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。还没有感谢，那特别来宾，所有好朋友，不用不输时间后搞完事情，大家。还有是某小天老师啊，有没有最紧张？女生辛苦嘞，辛苦。是某天中董方也很辛苦嘞啊，女生。所以呢。下禮拜莫唔記得，一定要準時收看呢。老年大會，